橙橙黃黃，外形似番茄，細細粒，滴滴色色。呢種植物叫做沙棘。近年越嚟越多人想認識呢種保健食品。佢咧生長喺喜馬拉雅山咧，有2000米嘅高山上高。咁咧因為呢個環境咧比較上咧就寒凍啦、乾燥嘅，譬如加拿大啦、芬蘭啦、俄羅斯啦、中國啦同埋印度咧就比較多呢啲盛產沙棘嘅。咁因為沙棘本身咧就係生長喺咁嚴苛嘅環境之下啦，咁佢吸收呢個大量嘅泥土嘅營養素啦，咁所以咧變咗佢亦都係另一個名咧就叫做營養之王。沙棘嘅活性營養成分多達200種，其中包括多種維生素同埋其他營養素。另外，沙棘籽油同埋沙棘果油入面嘅油性營養成分豐富，當中所含嘅 Omega-7喺其他食物好難揾到。但係因為咧，我哋做玩具設計咧，好多時嗰啲玩具咧色彩都好豐富嘅。咁我哋對住個電腦熒光幕咧，嗱個電腦熒光幕有咁大啦，咁每日對住啲好強烈、好鮮豔嘅色彩咧，咁個眼睛就比較容易攰嘅。Bonnie 本身係一位玩具設計師，長時間工作令佢雙眼響起警號。我哋而家做設計咧，所有嘅嘢都基本上都喺電腦度做嘅。咁如果忙起上嚟咧，有時一日咧有10個鐘頭超過咧，都會要對住部電腦。咁加上我哋搭把車啊，對下手機啊，冇嘢做啊，睇下電視啊，有啲時間咁其實每日對熒光幕時間真係好長。咁所以有時乾啊、澀啊，咁都會有咁嘅感覺。Bonnie 有時會滴眼藥水舒緩一下，不過發覺只係治標唔治本，問題可能係同肝臟健康有關。咁譬如個肝出現咗發炎嘅時候咧，例如咧有呢個黃疸症會出現啦。咁黃疸症出現嘅時候咧，亦都喺眼睛嗰度咧，嗰部分咧就會發黃啦，同埋本身嗰個小便咧亦都會變茶色嘅。咁根據美國農業部啦同埋呢個網上嘅營養數據咧，沙棘咧嗰個抗氧化功能咧就比藍莓咧就高10倍嘅喎。咁沙棘營養素咧對我哋嘅肝臟啦、心血管啦同埋消化系統咧都有好大嘅保護作用嘅。咁沙棘裏邊嘅Omega-7咧，對長期使用手機啦，同埋呢個長期夜瞓嘅人士咧，對保護肝臟同眼睛都有幫助。由於沙棘味道比較酸，一般會用嚟做果汁。另外都有相關嘅保健產品。Bonnie喺太太嘅介紹下，都開始接觸沙棘。咁我覺得沙棘果油咧係比較天然，所以我都係放心。